高庙公所跟建益公司合作，2年前就开始研发哈，最主要是我们的果皮削完之后随意乱丢造成环境的污染，还有农民生产出来的根茎叶，跟那个龙膜放在田土里面增加那个困扰。高庙公所这边特地请公司，经纪公司特别来研发，最主要是农民非常方便，跟公司研发，他会到农田帮他们取。最主要是那个 PE 膜从侧芽，开始栽种的时候，它已经隐藏在地里面了，它一直没有办法取出来，所以我们根茎叶在起合当中，把 PE 膜也把它翻开来，做一个分类，增加土壤的营养，减少土壤的温暖。凤梨收完之后，我们还要再搅碎。会请中根机下去搅碎，搅碎之后会有一些菌，里面还会发酵，发酵的时候土壤会有一些菌，不好的菌。等到要种植的时候，还要再多使用农药下去杀菌，不然凤梨种下去，凤梨的苗种下去会烂掉。因为像以前的话，你搅碎之后还要静置至少3个月到半年之后，你才这一块土地才可以再利用啊。一期的凤梨等于是以前要4年才能2收，现在如果能少了这个，它多了这个步骤，我们等于说3年多就可以收成，我们少了这个第一个租地的租金，再来少了用药用肥。凤梨叶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取出这些纤维，然后做成凤梨纤维。凤梨纤维可以做我们一些就是当成一般的纤维跟那个纺织类的产品的原料。粗一点的可以做地垫，细一点的可以做帽子、衣服，然后袜子之类的，还有包包等等产品。它的韧性会比一般的纤维好很多。我们可以做成一些我们的凤梨酵素的切片，当做饲料的添加物。其他的像这些那个酵素经过切片以后，经过粉碎以后，我们可以做成猫砂。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众所周知，凤梨是台南很重要的，也是品质非常好的这个果品。可是所留下来的农业废弃物，包括凤梨的叶、凤梨的茎、根，以及相关在田间的农膜，这些其实坦白讲都很困扰的农民以及环保单位。如果说把根茎叶打碎进入到田里面，要隔很久才能够分解，少则办180天，多则上1年也不一定。所以说，为了增加农民的农地的凤梨田的生产力，减少这个资源的弃置浪费及减少农药的使用，我们特别跟厂商合作，来这个引进最新的技术，能够把凤梨的叶子可以做成纤维，凤梨的根茎可以做成饲料，以及这个酵素的萃取。至于这个凤梨的叶子可以做出来的纤维就可以做成衣服，做成地垫，做成背心，做成非常多，这是非常好的麻类的纤维。因此呢，我想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而且能够减少农业废弃物，增加循环经济，而且可以让农民的收益增加，对环境更友善。双赢甚至是3赢的政策，我们还会持续推广，也希望将来配合我们的这个凤梨生产，那能够让更多的农民受惠，也能够让我们地球永续贡献出新力。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6月5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议会市政总咨询议员李宗翰首先关心八江溪疏浚工程，因为南花甲北花同款疏浚煞有无同的情形，烦恼影响后壁区的地方功能，要求市府向地沟河川分署反映。另外，新营医院甲新东路桥的交通嘛追踪改善进度。雨季来临，议员李宗翰上午的市政总咨询，首先关心八江溪的疏浚工程。议员认为，同款是疏浚，北花的嘉义同齐开发产业园区，因此将土壤拢放伫南花的台南。议员烦恼影响到南花后壁区的地方功能，因此要求市府要向第5河川分署来反映。另外，伫交通改善方面，伫新营、中山甲中正路的圆环。因为出入的车辆多，加上路边还有行人步道等，市府对3档前就规划要来改善，不过到现在却一直无进度。
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赶紧来施工。因为路幅太宽，导致于机车从最外侧进来的时候，最内侧的车子它是没有办法看到这台机车的。那导致于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我们在3年前就已经提出跟交通局来讨论。那版本也在2年前，我们跟周边的店家都确认好之后有所定案。那可是等了2年之后，却一直都没有进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提出来。标线的方案已经出来了，那现在因为涉及旁边的人行道的一些停车弯的处理，那公务局也已经5月初核定经费了，我想我们会一并的跟公务局的这个核定经费，因为请公所代办，那我们跟公所这个人行道的工程一起把这个标线处理起来。那公所回应大概是发包连施工大概要3个月，我想这3个月之内我们可以把整个工程以及标线部分把它完成。共款交通的问题，还有新东路街卡的机车专用道，议员表示，因为常常有汽车来开入去，严重影响到机车的安全。对此，交通局嘛回应，会伫路口进前来加强标示。台南新闻联跟杨顺怀采访报道。已经有50栋历史的关庙公有市场，因为使用年限真久，加上过去消防安全嘛无合格，市场处要求摊商要自行改善。不过，议员郑嘉欣认为，摊商是向市府申诉，照理来讲是市府改善，因此透过市政总咨询向市长递交订正书，希望先暂缓。市府经发局伫去年针对关庙市场建物办理安全检查的时，发现部分的店铺因为内部的装潢无符合消防安全要求，要拆除，而且嘛伫今年的5月召开拆除的说明会。对此，摊商除了烦恼拆除时无法度来做生意，而且后续的费用到底是谁爱来支付？因此向着议员来订正。我感觉安尼是无合理啦，吼。咱去共租厝，人头家、厝头家嘛是爱，拢甲你用较好，咱才甲租啊。伊若要拆，阮拢无法度做安过啊。对此，议员郑嘉欣上午透过市政总咨询，首先询问发展处，如果厝卡向着厝头家来租厝，房屋的修缮费用到底是谁爱支付？同款的道理，议员表示，店铺是向市府来承租，议员认为。费用不应该是店铺自行承担，因此向市长来递交订正书。对此，市长嘛回应，会搁再甲摊商来沟通，无取得共识进程，先来暂缓。市长，我想要在这边希望你可以承诺，拆除后你们要恢复成铺位，可以吗？在我们决定之前，那个市场处的那个公文暂不执行，可以吗？好。同款市场的问题，还有规定的公有市场。因为进前议员郑嘉欣就一直关心规定市场排水沟的改善，不过伫市府编列600万的经费，结果水沟开了400万，议员除了质疑其他的200万开去倒，另外对着水沟工程嘛质疑施工单位的专业甲的品质。台南新闻联跟杨顺怀采访报道。3天的国际节假期，立委陈廷辉展开超过260公里的铁马民主行动，顾台湾和民主飞飞天马队完成台南37区民主即区道路。6月5号举行南市北部前进罢免哪位选区应援记者会，宣布伫6月中旬左右将去到全国各区小厅，希望大罢免大成功。立委陈廷辉发起的顾台湾和民主飞飞铁马队，骑行台南37行政区超过260公里的铁马民主行动，伫完成37区民主机器，5日来到台南228公园，宣布将南市北部真正全国各罢免哪位选区应援。飞飞铁马行，前进蓝尾罢免区，大罢免，大成功 ，Go Go Go！端午3天连假，飞飞铁马队，我们集齐37区的民主力量，然后呢，做了一个最完整的拼图，也就是台南民主力量的拼图，还有我们集结了39间公庙的香火，要为台湾祈福，所以我们未来要带领着我们这个台南民主力量的拼图，还有我们的所有公庙台湾祈福的
一个香货，前进所有阑尾的罢免区。我们飞飞车队准备好了，我们飞飞铁马队准备好了。我们只要中选会公布所有罢免阑尾的选区，我们就马上安排所有的一个应援行程。而且大家知道，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吼，有可能在6月中一宣布了，中选会公布了，在咱7月底就要开始做这个投票，所以时间非常短。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变成是一个社会运动，那么就没有办法有更多的力量集结。尤其这一次是要25%的投票率。而且还要同意罢免要大于不同意罢免，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在228，这是一个民主圣地，228纪念公园，这是一个民主的力量、民主的圣地。希望把我们3天的一个成果报告以外，我们也会把这一股民主的力量往罢免阑尾的地方前进。陈廷辉表示，这座民主铁马行动不只是地方顺利，更是民意的凝聚、民主信仰的实践。台南是众神之都，更是赖总统的政治故乡。飞飞铁马队伫咧6月中旬左右，将真正罢免哪位的选区应援，呼吁民众支持大罢免、大成功。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北市是全国咖啡馆味道上悬的县市，嘛是国际知名的咖啡城市。为了打造台北市成为咖啡首都，台北市政府甲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合办2025第8届 TSCA 金杯奖比赛，将分成8组挑战。今年也阁有一系列高峰论坛以及所谓咖啡市集等活动。介意啉咖啡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请注入咖啡首都金杯盛典。在台北市财饭局局长陈居安与台北市议员郭昭言、张维元等人共同启动下，2025第8届金杯奖咖啡竞赛正式起跑。这次竞赛共分8大类组，包含今年新增的手工虹吸组及手工无限组。主办单位更导入 AI 评鉴模式，让比赛更具公平性与国际公信力，也让获奖者含金量更高。今年我们将整个活动扩大为咖啡首都金杯盛典。那金杯奖呢，成为我们整个活动的其中一个主轴。那我们希望把台北市打造成亚洲知名的咖啡城市，所以我们整个活动有分几大部分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咖啡竞赛，我们今年特别将竞赛分为6大赛事。那我们现在也透过 AI 的评鉴系统导入，希望让比赛更具公平性、更具的透明度，也更具国际公信力。那我们而且今年的获奖者会得到台北市政府以及台北精品咖啡协会的双认证。我们希望让获奖者有更高的含金量，让有更高的代表性。本身也是重度咖啡爱好者的财饭局局长陈居安表示，全国有登记的咖啡馆有4912家，其中台北市就有1030家，占全国20%。咖啡馆密度冠于全国，也入选全球前10大的咖啡城市。因此，台北市政府从8年前就开始与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合办金杯奖竞赛活动，今年更扩大办理包含高峰论坛与数位咖啡市集等活动，希望共同推广咖啡产业，打造台北成为国际咖啡首都。台北其实是一个富含咖啡香的城市前几年在英美的一些国际的评比当中，也把台北作为是一个咖啡发展重要的城市。那现在全台湾所有的咖啡的店家统计当中台北市也是领先台湾的其他县市是第1名。那咖啡的相关的营业额也逐年的成长，所以我们在8年前跟我们精品咖啡协会合作推出这样的一个金杯奖，希望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台北味道的咖啡，同时也能够去推广咖啡的文化。那今年更是扩大的举办除了论坛以外、颁奖以外我们有一个数位咖啡的市集，希望透过各个不同的面向让市民能够更了解咖啡、更亲近咖啡，也连带的能够带动这个产业的成长。我们今年也主办了咖啡的高峰论坛，我们特别邀请了3场，我们邀请了台大森林系暨环境资源的蔡明哲教授，以及卡玛咖啡何比林董事长，以及多位
咖啡业界的冠军们同聚一堂，一起来探讨，分3个主题，与参与论坛的与会者们共同来探讨咖啡的未来可能性。另外，我们还举办了这个咖啡数位市集，我们希望透过数位导购以及科技的互动，让这个咖啡品牌以及其他参与这个活动的市集的品牌呢，能走入民众的生活当中。台北精品咖啡商业发展协会方面表示，今年特别选定承载台湾咖啡文化历史记忆、周边咖啡馆林立的台北市中山堂作为活动主场，还推出汇集历届金杯奖得奖咖啡与台北城市包装限量500份的金杯礼盒，希望透过一系列活动发展黑金商机，也邀请国人一起来品味拥有独特魅力的台北好咖啡。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北万华区东恒国小美术班甲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举办实在有意思的展览呈现市场丰富的在地人文，带领观众探索万华市场的多元故事。水墨晕染，呈现市场摊贩热闹叫卖的模样。陶艺捏出了新鲜蔬果的生动细节，还有羊毛毡织成了节气时令的缤纷色彩。实在有意思特展运用各种不同媒材，围绕现化蔬果、市场风情、夜市美食等8大主题。学生们透过观察与学习，把日常食材和人文风景转化成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就一朵一朵的，有一个一个洞，就把它搓成一个一个洞，会比较像花椰菜它。我喜欢它一朵一朵的样子，要用铝箔包剪出花椰菜的外形，然后贴贴纸，然后画上广告颜料，然后涂蓝晒的颜料，然后用亚克力板，然后拿去大太阳底下晒。我作品是一只鱼。为什么会想以鱼为主题呢？因为平常都有在吃鱼，所以我想把鱼做成陶土。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很有成就感，然后可以观摩其他同学的作品。艺术形式有绘画、水彩类的，然后水墨、版画、陶艺，然后我们还是多了一个羊毛毡。他们有时候是我们关起门来在学校创作时，有时候真的是他们的所见所想的这些都是校内的东西，甚至我们说可能学习上面，所以我们的媒材很多，可是有时候呈现主题其实不会这么的生活化。对，然后可是因为透过这个的主题，他还是会对于他们生活周遭的东西，他没有想过，一颗花椰菜，它事实上它有凹凹凸凸的，它实际上是一小朵一小朵的组合。当然我们看到时通常都是炒好的，那当然去市场时，他为了做这样的创作，他特别去观察那一朵花椰菜真正长什么样子。时候孩子事实上会学到的东西，会比在课本上或在学堂上学得更多。东园国小所在的嘉纳仔地区拥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学生透过观察与创作，探索生活细节，让孩子在生活场域中进行真实的观察与艺术创作，不仅提升艺术素养，更深化了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与关怀。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是万华地区的学校，所以我们能够以我们自己万华在地所看到生活中，尤其是吃的这个部分，来作为我们艺术的创作，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其实我们万华人是很热情的，那在这边的孩子，他能够把在地的这个体验融入在他自己的艺术生活当中，我觉得不管在
我们说的美学生活、生活美学也好，我们也有机会可以走出学校，到乡土教育中心来展览。我觉得跟孩子是最贴近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嘛。那这样息息相关，把吃的东西融在艺术当中，我觉得啦，对他自己以后跟这个节气连结在一起，他就知道他怎么样在吃的方面挑选，以及做好养生，让自己更健康，然后更茁壮。对，我们这次特别跟东园国小来做这样的一个合作，那最主要就是除了作品展览之外，我们从事先的课程的一个合作安排，包括他们去市场，那包括他们针对这些主题的一些探究，那我们都这个一起来做讨论。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可以让小朋友可以认识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化，那尤其是我们万华地区有这样市场也好，对于他们小朋友平常没有在逛市场的一个机会呢，透过这个方式让他们去认识说，哇，在地的市场不是只有这个什么那些大型的这个超市之外呢，这种传统市场也有它传统市场有趣的地方。实在有意识特展即日起在台北乡土教育中心2楼特展室展出到5月18号止，欢迎家长与小朋友莅临参观，一同感受市场文化与童趣艺术的结合。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新北市捷运的环状线邦桥站是民众通勤的重要路网，随着运量大大增加，为了提升旅客乘搭效率，市府推动增加出入口工程。新北市长欧友宜出席动土典礼时阵表示，未来新设出入口启用了后，旅客来往的时间将大大缩短。请动土，第一场开工顺利，来宾们请掌声喝彩。新北环状线板桥站是民众通勤重要路网，随着运量逐渐上升，为提升旅客转乘效率，市府推动环状线板桥站新增出入口工程，27日正式开工。市长侯友宜出席动土典礼时表示，新设出入口启用后，转乘时间将缩短至5分钟，大幅提升民众转乘的效能。新北环状线最重要的转运站就是在板桥站。环状线每个月大概有170万到180万人次，那板桥站大概有150万人次都会做转运，其中最主要是因为4铁共构，板桥站衔接板南线、台铁跟高铁，所以在这里转运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特别新增板桥站的出入口，这个出入口新增以后，原本在转运的过程当中到板南线，原本要花12分钟的时间，只要5分钟，只是省了7分钟，让转运更顺利，缩短时间。针对民众关心板桥跟新埔民生站的连接问题，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表示，所有路线网络未来都会做详细的盘检。未来新北不但是环状线，以及现在新建的所有线路，市府和捷运局都会逐一详细的做好规划。所有的路线网络，我们都会做详细的再度的盘检。当年在台北捷运局施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没有办法克服的，我们逐一把它克服。就像板桥站，把它路线整个重新盘点以后，通然把它完成，那整个转运的时间大幅缩短，这都是我们逐一在做的一件事情。未来我们新北不但是环状线，以及现在在新建的所有的线路，我们都会逐一的详细的把它做好规划。新北捷运局表示，这次新增出入口为地上3层楼建筑，将设有上下行手扶梯、无障碍电梯及楼梯，并设置售票机、验票闸门、旅客资讯服务处及商业空间。未来透过站体通廊，民众将可顺利衔接环状线、板南线、台铁及高铁，转乘时间从12分钟缩短至5分钟，大幅提升转乘效率及旅运量，为大众节省宝贵的通勤时间。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桃园市罗山国小为了迎接59周年校庆，特别伫校门口打造公共艺术装置，联合在地装学窑含科技特色，只要扫顶悬的 QR code， 就当体验由学校师生所打造的 Minecraft 校园游戏。乐善国小以公共艺
小朋友们在主任的指导下，练习如何向大家介绍这座学校新亮点。桃园市乐善国小为迎接55周年校庆，特地在校门口打造公共艺术装置 STEAM 乐园，不仅融合在地砖窑和科技特色，只要扫描艺术装置上的 QR code， 即可体验由学校师生所打造的 Minecraft 校园游戏。乐善国小校长简妙娟也介绍，希望能透过这座艺术装置，彰显学校多年来传承和创新并进的教育精神。我们乐善国小的55周年校庆是结合我们一直以来的 STEAM 教育，再加上我们持续在进行的科系创新的一个课程，以及我们在进行的在地化的特色课程的一个结合。那主要在透过我们 STEAM 乐园的公共艺术的节目，然后搭配我们一个学生在麦块的成果的一个呈现。那我们这主要的一个虚拟世界，主要就是把我们的在地化的砖窑课程，那再加上孩子们的科技能力，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创新加在地课程能够结合在一起做一个呈现。那这个次呢是我们的中年级的学生来做一个规划，那里面有非常多可以挑战的部分。那欢迎各位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学校的55周年校庆，然后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公共艺术节目，更来体验我们的麦块的虚拟世界的闯关体验哦！欢迎大家，谢谢。乐善国小近年积极推动科技教育，这次便是由麦块精英班和3年级的同学们费时1年，和老师共同在麦块世界中打造乐善国小校园以及在地的砖窑厂，更在游戏关卡中安排让老师、警卫等人担任 NPC， 还设计有蜘蛛可打怪，希望能让大家在玩游戏时更有代入感。而参与的学生们也分享创造过程中的挑战跟观察，虽然困难，但很有成就感。我负责做后洞，那边后洞，跟我们的操场，我们有做一些角色，然后里面需要打很多指令，有时候会打错，会很困难，很难，非常难，就努力。所以你觉得这次的整个课程还蛮有趣的吗？对，蛮有趣的。祝乐善国小生日快乐。我是做后洞操场，还有外面的一些建筑。有时候就是会做盖太小，或者是做错，就会拆掉，然后再重盖。而且我发现新洞的一二楼不对称，然后司令台也不对称，所以会相较来讲比较难做。我自己觉得蛮有成就感的。然后我觉得打造下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会做得非常的棒。祝福学校很平安。然后祝大家也一样学业进步，然后祝乐善国小生日快乐。这座公共艺术装置 STEAM 乐园预计在乐善国小3月29号校庆当天正式揭牌启用。校方期盼能借此向大家展现学校教育转型的成果与精神，为55周年校庆留下特别的记忆。记者与你台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5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淑慧，咱再會。阿妈你好，我是来给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针5保庇哦。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
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